我點解會成日出嚟踩線咧？嗱，依家我就喺踩線途中。就喺個車度出嚟睇下，出去踩線啊，試下食啊，因為味道嗰啲咧，同埋嗰啲菜式啊，好似香港人佢哋中意食肉喎，咁啊多啲肉咁又唔得喎，因為香港食菜貴啊嘛，所以呢度咧都要平衡翻呢個問題，仲有份量啦，適當去調整咁樣。酒店又係，你睇酒店咧，我都俾人投訴噶啦，啲銷售啊，即係酒店本身帶我哋去睇房嗰啲，基本上咧睇酒店咧，你入到房影相，我對啲伙計要求好高，你影相嗰度咧又唔可以咧影晒兩張床，你又唔係賣床。點解唔影個距離感出嚟呢？譬如個電視機同張床嘅距離啊、高度啊，同埋呢就試下啲床褥。咁我自己有一個習慣，去到試床褥呢，冇理由跳上去瞓下噶嘛。攞隻手去撳下呢，你都唔好撳人哋床腳嗰邊嗰度，因為人哋鋪到好靚，你撳咗個手印喺度呢，影響人哋。所以我自己撳呢，就撳枕頭隔離嗰度。咁啊，仲有啲梳化又坐下，大家冇為意最重要，其實就係個廁所。你房入邊呢，你枕睇好靚啦，開埋個花灑個水喉。攞嚟做咩呢？第一，睇下個水壓夠唔夠。你知啦，沖涼如果係滴下滴下嗰啲咁嘅水，你就真係冇癮嘅。仲有睇下個下水道咧、去水嘅情況啦。咁所以咧，有好多酒店咧都有啲投訴話奄尖大笑啊，冇所謂啦，為咗客人幾奄尖都要做啦。所以咧，我都係一般出嚟去踩線都要試過晒，仲有景點都係，特別係啲山南慢行啊。如果我都行到嘅，咁啊基本上都冇乜問題㗎啦。景區嗰啲又係坐船喎，睇個安全程度啦，亦都要試下睇下，樣樣都要試食、試瞓、試玩，仲有行程嘅安排都重要。咁樣行定係另外一種行法咧？咁我親身去試過，咪知道邊條路係暢順啲咯。因為我哋都有啲新嘅景點、新嘅線路，又有新嘅酒店啊。咁呢條線試過晒，翻嚟同啲客人講，亦都係爭好遠啦。亦都係另一個用心嘅問題。你當我係貪玩又好，乜都好啦，呢個就係品質檢查嘛，都幾重要嘅。